另外撞跳，我晓讲上卡数的撞跳组吼，几年真繁衍。我识过杨梅、陶敏、富冈、竹北，嘛识过屏东的嘉东甲侬卡梅菲片的小东西，花莲嘛识过做，凤林，效果真好啦，确实真好。不过韩国因采体讲7000有啥啊，去做卡数补落去，几率0啦，就无。讲真个啦，都顾福主嘛，顾适度，无经济来源做无落去。头就讲一讲，采体的副校长甲因咖啡费的米面，伊就壮观。大家拢感觉讲，都推广补落去，亲拢绞尽脑汁做啦，伤尽偏法，看就要甲受传风法落教。补落去就好，细阵你就要算补落去。做了个感觉个，固然我真要欣赏，就柔肠个好好教补落去。未来电网迄嘛存案尔啦，希望讲甲好好扎根连贯。因为现时感觉讲细主以前除了拢冇晓讲，迄好家在讲卡米菲成立了后提防就社团。社团嘛，拢就成立，大家就成立做。不过感觉讲现实太环境的问题，嘛係就咧流行咧。所以尽量要靠好路定棍、路扎棍。不落去启动这个方法啦。用个教细主，咪干那弄尔咧，弄个上一下含嗰度讲卡数就冇落了，个强困难。但是个上不落去。落去我前嗰個弄硬搞到較心實咧，叫不熟，得個人送了飯去講嗰度做定樣做定樣，本來就是講球拍，講書講書冇使講好咯，冇使講幾年講卡數，按嗰一個做落去，按一出去就出來希望將來希望係要考好啦。另外一個母時代嘅較接講實在，時代嘅唔講寫作就冇曉講。